妻的之望，我常当在身边没有离身。其实皇帝做出这种事情，是为这两夫婿，皇帝有恩不报，我的国分大国，我不免不能挂他。我皇帝知道，也得知我已经来过了。皇帝，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辰光不早了，你让我先回宫去，等我有空我再来。陛下，哎，告辞，告辞。公王广大，哎呀，母恩，怎么了？他是不好了，出了何事？我正要出宫而去，宫门之下发起了暴打。这个暴打也是我父王死给我王兄的，两个我王兄来管理我的事情，被他知道了。哎，在了。